4月4日，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宣布，將再次推遲執行 TikTok 禁令75天。這一消息猶如一顆石子投入湖中，激起千層浪。此前，特朗普政府曾計劃在2025年1月19日之前，強制要求字節跳動出售其在美國的 TikTok 業務，否則將面臨禁令。而此次，特朗普宣稱，政府為挽救 TikTok 努力推動協議，且取得重大進展，但達成協議仍需更多工作。可現實是，在第二日，字節跳動發布聲明中稱，公司尚在與美政府商談之中，未達成任何協議，雙方在眾多關鍵問題上分歧明顯，並且按照中國法律規定，任何協議都必須經過有關審查程序。特朗普此舉背後或許藏有諸多考量。一方面， TikTok 在美國擁有龐大用戶群體，貿然封禁可能引發民眾不滿，影響其支持率。另一方面，他可能希望通過談判達成對美有利的交易，如技術轉讓或數據託管等。然而，字節跳動一直強調冇出售計劃，還傳出寧願關閉美國業務也不屈從的消息。這場圍繞 TikTok 命運的博弈，在新的寬限期內，不知又將走向何方。